今日开放进前，驻高端疫苗要去日本食，补助罚款败主。韩国宣布11月开始，台湾人入境免签证。澳洲甲新加坡按算有全球头一条海底下降的太阳能电缆，希望2050年才做无碳排放国家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新闻世界通》，我是苏眉，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。今日新闻头开先，先来满足大家想要出国佚佗的心。因为即阵返来台湾唔免隔离啊，所以侪人早就等袂住走出去佚佗。上侪就是去咱附近的日本甲韩国。去日本虽然是唔免签证，不过爱做3档日本认证的疫苗。咱国产的高端疫苗日本是无认证的，所以进前做高端的民众，若想要去日本佚佗，是有2个方式。一个是开3500验 PCR 提供阴性的证明，另外一种是补助罚款败主的疫苗。对今日开始，会当摕机票证明来补助。不过当然是袂当一遍就做甲到，逐档人的时间也是爱乖乖啊等。若是进前3档拢做高端，即阵就爱补助3档罚款败主，上无就爱4个月才做会完。为少数高端疫苗人想要去日本佚佗，因为做的不是日本政府认可疫苗，所以爱自费3500做 PCR， 引起部分民怨。高端出国前期咧管价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，做高端的人补助方案，19开始依照入境国家的查验需求，提出亲像电子机票等证明文件，对应做高端疫苗以外抢牌。若做第1甲第2期拢是基础，爱甲前1期疫苗隔满4礼拜；若是做第3期对解，也爱甲第2期疫苗隔满12礼拜这样做。只是大家烦恼，民众上侪用做甲6期的新冠肺炎疫苗是不是有安全记录？这个并不是我们这边随便乱定的哈。那这个主要是说，我们当初在处理这边到美国的部分，就已经有开放补打。那个是有经过 ACIP 的委员那讨论过的，现在只是把它这个适用范围把它扩大，那这个它的方式还是都一样的。上条高端补助方案拢经过 ACIP 会议讨论，安全无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接落来，换来看韩国的相关规定。韩国政府是宣布讲，对11月开始去韩国旅游唔免签证啊。不过爱特别注意的是，入境72点钟进前，爱会记得去网络顶管申请电子旅游许可，费用一个人好代票是200几块。申请电子许可了后，到地就唔免阁填入境卡，写健康状态调查表就会使啊。听到韩国11月开始会当免签的消息，韩国旅游相关产品随上旅游电商平台前几名。疫情前去韩国旅游的观光客台湾排第3，每礼拜有500外航班直飞。业者真看好免签付费了后，去韩国的旅游市场会当亲像较早同款加热。热卖的韩国商品，目前包含了交通票券、乐园门票跟在地的一些韩服或是汗蒸木体验等，开放免签的一个利多，向民众前往韩国旅游的意愿也会逐步提高。虽然免签，按过去韩国也是爱先上网络申请电子旅游许可证，或者后期爱伫2年以上，上班伫入境72点钟前爱申办，旅客必须自费1万块韩票的申请费用，差不多代票224块。申请了后，就无需要搁填写入境卡。去韩国入境的时阵，爱填写健康状态调查表，会当选择扫QR code，也是讲写纸本。不过纸本通关的速度会较慢。疫情了后，旅游市场渐渐回升，各国往来航班嘛渐渐正常。只不过个人上爱去的旅游地日本，10月11开放自由行了后，虽然不少航空公司已经陆续增加班次，只不过日本机场人力不足，不时有航班互人取消。台湾虎航也因为日本航班互人取消，说互正人嘛。确实，在这个机场的人力上，也是他们现阶段所暂时没有办法这个满足的。透过日本旅行业协会，他们接下来也希望能够跟地方的政府能够有多方的沟通。若是其他国际航空业者同款嘛是面临日本机场人力不足的问题。业者表示，伫规划航班的时阵，会阁考虑当地地勤代理人力，也是看日本机场的量能，然后部分航点复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世界上大条，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。头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。东京奥运组织委员会前理事高桥智之涉嫌受污洗，第4届获检方掠走。到目前为止，计共已经收买2亿个日票，等于是4000多万的台票。
韩国朝鲜日报报道，10月31到11月测试，南韩甲美国按算出动240多架战斗机，伫朝鲜半岛空中联合演习。这是这5天来，两国派出上侪主力战机的演习，目的就是要警告北韩卖测验核武器。英国 Times 报道，英国的财政大臣 Hunt 为着弥补首相 Truss 的财政政策，大减公共预算，当中也包含时代社会福利。昨日是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指出，罗西亚用伊朗製無人機轟炸烏克蘭。今嘛是有消息指出，伊朗派訓練員去甲羅西亞鬥3天，解決使用無人機拄着問題。上尾是《華盛頓郵報》，美國的最高法院今年是推翻一個判女性有權利摕囡仔法案，代表講美國的女性可能會失去摕囡仔權利。即陣美國總統拜登是保證講，若後個月國會大選選贏，就會簽署保障摕囡仔權利的法案。繼續來看烏克蘭甲羅西亞的戰爭，目前兩軍交戰上界激烈的所在，就是伫咧赫爾松。這赫爾松是今年戰爭開始了後，頭一個互羅西亞佔據的城市，因為伊是連接克里米亞，所以地理位置真重要。即陣烏克蘭反攻，向羅西亞佔據的地頭射飛彈，崩掉安東尼夫斯基大橋甲卡霍夫卡水電大壩。這兩搭攏是伫咧重要的水路第聶伯河頂懸，等於就是甲羅西亞軍隊假設補給甲水電的基本設施隆重斬斷。羅西亞唔願步步敗退，繼續對烏克蘭全國發射飛彈，嘛派無人機去轟炸。離赫爾松上界近的尼古拉耶夫就受到嚴重的無人機空襲，有濟人家厝甲電力設施攏崩壞去。目前全烏克蘭已經有超過3成發電廠壞去。不過其實咱會當看到講，烏克蘭已經步步向中這條第聶伯河來收復領土。羅西亞特別指揮官行動就是才表示講，蘇羅維金承認羅西亞軍佇咧赫爾松的局勢已經非常艱難。赫爾松的州長薩爾多嘛表示講，要撤離第聶伯河西環市區的百姓，按算甲百姓攏送走了後，發動攻勢。消防員救着水線，拼命為失火所在拍火。俄國戰爭特別滿8個月，在烏克蘭軍隊連續反攻之下，俄軍增加攻擊的火力，嚴格有關拍甲真正力。有別日將軍名寫的新的指揮官蘇羅維金，嘛承認在烏克蘭南部的赫爾松戰事真困難，準備撤離當地居民。Мы не стремимся к высоким темпам продвижения, бережем каждого солдата, методично перемалываем атакующ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. Тем самым не только минимизируются свои потери, но 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окращае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о жертв среди мир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. 隨着烏克蘭的繼續反擊，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甲南部的戰事一直失敗。雖然俄軍連續10天來用飛彈、無人機甲大炮，向烏克蘭包括基輔甲哈爾科夫等16個地區，做差不多190個大規模轟炸，毀掉當地基礎設施，造成70多人罹難，290多人受傷。而且在18供應已經為烏克蘭軍隊手頭甲部分的領土抽到轉來。今嘛烏克蘭有1/3的供電設施互毀掉，部分地區病院只當用發電機供電，嘛互堅持袂走的烏克蘭民眾在當季進前出現嚴重欠水、欠電甲糧食狀況。Ну что, будем терпеть, будем как думать что-то, не знаю. Будем буржуйки ставить,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. Палатку одну поставили, вторую поставим. А что делать? Будем замерзать. А что делать? 分析家認為，俄羅斯戰事失利，想要借此引起烏克蘭的民意反抗，逼政府講和。因為俄羅斯真濟個表示無排除動用核武，即馬又個威脅要進行核試射，和中國駐烏克蘭的大使館嘛伫19公布撤僑指南，方便撤離中國的公民。如果咪照過去的方式，更是陣受理請求協助的台灣人。國視新聞台視同朋友。法國的工會將閣是全國大罷工。頂禮拜咱有講到一場煉油廠的罷工，是造成全法國超過1/3的加油站無油通用。將的罷工甲頂禮拜同款，攏是想要加薪水。根據法國官方的統計，將計共是有10萬外人參加罷工。伫禮拜日是委受11個人互警方掠走，有9個警察受傷，在地人上班上課攏有受到影響。法國的總理就表示，已經有甲一寡較溫和的工會講好條件，所以欠油的情形已經無遐尼嚴重。當局嘛按算講用調勞工強制上班，甲業者施壓加薪水等等的方式，趕緊化解危機。
虽然假走难，不过群众杀来杀去，向警方挖进，爆发冲突，有环境受伤，少数示威者被抓。有人举庆烟的烟火甲标语，表示不计都亲像庆烟同款，一直庆悬。根据内政部的讲法，全国有10.7万人行去街路，包含巴黎1.3万人。不过法国总工会汇报，巴黎有7万人参加。这项行动造成交通断气，学生甲通勤族受影响，有人用比平常时更较侪时间伫交通顶悬。On est là pour revendiquer des hausses de salaire, de meilleures conditions de travail, pour la retraite à 60 ans。这场大罢工延烧进程已经继续几个礼拜炼油厂罢工行动，因甲政府伫法国主要炼油厂甲石油库的罢工基地顶悬拢无进展。进前发现各地加油站供应出现欠缺，等待加油的驾驶人是败家长路路，尤其法国北部、中部甲巴黎地区影响真大。到达尔能源集团已经甲其他较温和工会达成7%加薪加奖金的协议，左右法国总工会要求加薪10%。法国总理伯恩表示，全国今日无到1/4的加油站欠油，比进前的1/3小可较降。马克宏政府希望赶紧化解这种危机，用订约权迫使部分罢工人登记工作，得到法定的支持。不过，互工会真生气，当局也对业者施压，希望在可能情形之下提悬薪水。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。美国宣布新政策，禁止委内瑞拉移民对陆地入境。这个新政策出来了后，有侪伫咧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等要入境的委内瑞拉人，就伫遐咧抗议，嘛有人是艰苦甲流目屎。另外，美国国内各州接受移民的争议，大家州市拢提来提去。纽约州是因为德州送伤侪移民过，收容所已经钱甲紧绷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这囡仔是口甲目屎飞袂离，佮跪落哀求。数百个委内瑞拉移民则被伫墨西哥北边边境都市华雷斯城抗议，因为美国宣布新政策，无够允准外国移民为陆地入境。新规定因讲是互美国边境的委内瑞拉移民望喙气，因为虽然美国已愿接受24000人申请人道主义入境，不过敢若用坐飞机去美国，真侪人无法度达成。明明下过一条河就用到美国，即马煞亲像过千里远同款。No sabemos qué hacer. Es fuerte. Uno grande aguanta, pero los hijos cómo. Está con un niño. Mi hija tiene 4 años y mi hijo tiene 8 años. Personas menores de edad. Y como yo, son muchas familias. Son muchas. Estamos aquí en la nada, sin nada. 目前1万户数千的委内瑞拉人留伫美国边境等待寄宿，部分的人是接受现实，转向墨西哥申请援助。根据美国海关甲边境保护局数据，为2021年10月到2022年8月，有超过15万个委内瑞拉移民伫墨西哥边境被拘留。另外，伫美国国内也为移民的烦恼。纽约市10月宣布，伫曼哈顿附近的兰德尔岛设新的收容中心，会对男性移民开放。We have set up the facility to be able to scale up very quickly to 1,000 people. 除了困较食饭的所在，中心内底也提供电视游戏这的休闲空间，希望让移民短暂停留中途会用带较舒适。纽约向向起大型收容中心，原因是几个月之前，德州开始将大批移民送过来。为4月到即马已经将近2万个移民到纽约。9月初以来，平均每天有5到6台89回，互收容所是未堪得哩。纽约市长亚当斯月初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0天。来应付暴量进入的拉丁美洲移民。公视新闻，邱安玲报道。新加坡是咱亚洲国家，听起来是离咱较近、离大洋洲的澳洲是远落落。不过，其实新加坡甲台湾的距离，甲澳洲的距离是差不多远的。澳洲甲新加坡昨天签署一项创新的绿能经济协议。按算伫咧两国的中间有一条全世界头一条4200公里的海底下洲电缆。伊个是爱开5800亿台票，澳洲迄边是会搭12000公顷的太阳能光电板来发电，送电去到新加坡互因用，伊个会当提供新加坡15%的需求。望互两国伫咧2050年的时阵，拢会当成做无碳排放、无使用石油、土炭甲天然气的国家。
伫澳洲首府坎培拉国会大楼举行的澳省领导人年度会议联合记者会，两国元首针对日联经济协议的签署发表声明。这项领先全球的经济合作案，对澳省两国伫2050年进行转型成做零碳排的经济体有帮助。It's the first such agreement of its kind between countries, and we hope that it will be a pathfinder for other countries similarly to cooperate with one another to deal with what is a global problem. 日联经济协议会启动澳省两国17项绿色能源经济新措施，包含减少绿色商品甲服务的关税甲非关税壁垒，鼓励日联商业活动甲航运开发养殖、农业生产等。协议上受注目内容是188亿美金，相当新台币5800亿的太阳电缆计划。澳省按算伫2023年，搭出到印尼连接两国的海底电缆，为澳洲北部的太阳能手送电到新加坡，影响性新加坡15%的电力需求。这是全球第一条，也是长度上长的海底洲际电网。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。带大家来看较罕咧关心的瑞典的政局。瑞典保守党、温和党的其他右派政党是组成联合政府，由温和党的党主席克里斯特森做首相大位。这回内阁名单当中有一位真特殊的少年家，伊就是这气候环境大臣的普尔莫卡特里年，今年是26岁，是有史以来上届少年的部长。瑞典新首相克里斯特森带所属的温和党、基督教民主党、自由党组成2014年以来头一个右派政府，18正式运作。13个男性加11个女性阁员拢正少年，伊就是26岁气候加环境大臣普尔莫卡塔里。伫伊朗移民家庭出世，伊创新纪录，是瑞典历史上上少年的部长。普尔莫卡塔里表示，真荣幸，也感觉这个职位真重要。Hoping to make a big difference that will show my generation that we actually take these questions seriously, and that makes it a question where you have to listen to science, you have to listen to the authorities in this area. So I'm looking forward to speak to a lot of professors and scientists who can lead the way towards a better climate. 瑞典是气候运动家同贝利的故乡，少年的职员对气候环境问题特别重视。目前欧洲能源危机的压力，右派政府已经宣示逆转废核的路线。电力生产目标为100%可再生能源，改做100%无化石燃料。新政府未来会重新启动核电厂，兴建新的反应炉。风力发电虽然会继续产出，不过不是未来能源规划主力。克里斯特森18伫瑞典国会进行头一届施政方针报告，除了重开核能以外，新政策也包括打击帮派犯罪、更较严的难民移民加补助政策，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等等。顶个月11所举行的瑞典大选，右派党团选赢，克里斯特森组成少数联合政府。第二大党极右派瑞典民主党虽然无入阁，不过表明挺执政联盟换伫移民加犯罪政策的承诺。这是第一届有新政府得到极右派的支持，不过相关合作甲让步，原来造成执政联盟内部无共意见，这原来有无安定的因素。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。来看两条甲环境生态有关系的消息。南美洲的秘鲁有一款真特殊的动物，叫做鹿马。秘鲁的南部保护区算是发生火烧山，目前已经有15只鹿马去互烧死。另外，同款伫咧南美洲的国家苏里南甲盖亚那，最近是伫咧海底发现石油。本地这两个国家因为人口少、树仔多，生态环境也算袂歹。这阵发现石油是因发电的好时机。不过，若是开发落生态，就一定会受到迫害，甘蔗是无上头甜。大火一直烧，草埔拢烧了了，几十只鹿马行到壁咧走。南美洲秘鲁南部的库斯科地区最近爆发森林野火，火势一直拖到鹿马保护区，危害伫当地600只的鹿马。que ha ocurrido en la reserva de vicuñas de Pomacanchi. Ahí hemos tenido siniestrados 15 vicuñas, es la información más última que venimos manejando. 除了15只鹿马不幸死亡，还有50只伤势严重。库斯科地区过去时间发生超过300件野火，未少珍贵的动植物烧了了。
全当局紧密抢救各地摆子拍花火势，不过保护区内底高城土地拢差不多烧甲光光光。共款伫南非洲的斯里兰甲盖亚那也面临生态难题，境内人口无到8万的国家，受啊覆盖率因讲是全球排头前，因隔离大量自然化碳，加上经济规模细，碳排放量也真低。不过，能够发现丰富的海上石油，进行强界改变。I would love to stay once there's development and there's jobs and the money used here. I would stay, but if the money is not, if I'm not seeing progress, I would leave. Actually, I'm not saying that people have to stay poor. What I'm saying is that everybody has a right to develop, and I think we can do it in a smart way. 环保人士认为，发展经济甲环保不一定互相排斥，维持碳使用带来经济效益比石油甲天然气较济。呼吁政府要谨慎思考，双方暂时无共识，这场生态甲经济的战争一定继续一阵仔。公视新闻市万宁朋友。智利政府最近甲保育团体合作，伫咧大海放浮筒，而且这个浮筒甲会当监测海洋当中的声音，分析出海洋的位置，随时通知附近的船，避免船甲海洋相撞。咱做伙来看。海洋做伙的时阵发出的珍贵声音，会比较重要的保育资料。智利政府最近和保育团体合作，伫当地海域时阵会当监控海洋声，知影海洋是对一种伫倒位的智能浮筒。La tecnología que instalamos ahora en The Blue Boat Initiative nos va a permitir, por una parte, monitorear los océanos, es decir, escuchar todo lo que pase debajo del agua y una vez que detectemos a ballenas, poder avisar a las embarcaciones a tiempo real de esta presencia y así evitar las colisiones. 浮筒装的地点是伫首都圣地亚哥以南1100公里远的科尔科瓦多湾。遐伫热天的时阵会出现真侪亲像蓝色的海鸥、遮的海鸥，但是伫海湾内面的船只嘛有大量的声音污染，威胁到这靠声音在导航和捕物件的动物。透过浮筒，会当警告船只声音较低的，莫弄到海鸥，且海洋的健康。Somos capaces de descifrar las diferentes fuentes acústicas que se producen dentro del agua, combinarlas en un paisaje sonoro coherente, alertar de unos efectos negativos de actividades humanas o de cambio climático para poder actuar y mitigar en caso de que realmente identifiquemos que el problema es para largo plazo. 像海洋这种动物会吸收大量的碳，对减轻气候暖化是有关键的作用。保育团体会伫科尔科瓦多湾是装至少6个浮筒，未来希望讲拓去南极洲和赤道遐，帮助海洋徙去别个所在的时阵，袂互船干扰，也是受到意外。公视新闻市万宁编译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，我是苏眉，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。